属于真很中道，会记伫即个中庸之道啦吼。所以感觉好下读一句，咱搁会读一句，咱搁会再做伙来读一遍吼。为天下至善，为天下至善，为人聪明睿智，为人聪明睿智，足以有灵也，足以有灵也，宽如温柔，宽如温柔，足以有容也，足以有容也，发强公义，发强公义，足以有职业，足以有职业，栽种忠正，栽种忠正，足以有敬业，足以有敬业，文理密察，文理密察，足以有别业，足以有别业，普普言传，国破不言传，离时出自，离时出自，普普如天，普普如天，言传如烟，言传如烟，现于民无不敬，言于民无不敬，言于民无不信，言于民无不信，行于民无不义。行于民无不义。是以生命用益予中国，是以生命用益予中国，史及万灭，史及万灭，周期所致，周期所致，人力所通，人力所通，天之所福，天之所福，地之所在，地之所在，日月所食，日月所食，松露所堆，松露所堆，凡有血气者，凡有血气者，无不尊亲，无不尊亲，五岳配天。五岳配天。这是32种啊，为天下至善，为天下至善，为为人经纶天下之大经，经纶天下之大经，立天下之大本，立天下之大本，知天地之化育，知天地之化育，夫言有所依，夫言有所依，谆谆其谆谆其人，人，焉焉其焉，焉焉其焉，和和其天。和和其天。故不过聪明性智达天得者，故不过聪明性智达天得者，以属灵之智。以属灵之智。我那就顺了哦，咱即摆大家共同再来念一遍。咱即摆就做伙啊。